Hello，大家好啊！大家有冇試過咧？你屋企咧買完啲蠟燭台好靚之後咧，但係啲蠟燭已經用完，唔知點算咧？咁我咧就喺藝墟發現咗呢一間咧愉悅手作，佢啲產品好靚嘅，所以咧我就膽粗粗咧上咗去個工作坊。呢度係慕拉士馬路嘅望下環保積分站，向前行就係呢棟啦，建業工業大廈。有得補蠟燭係咁點補啊？同你計翻個 gram 數，同埋睇下你揀咩精油嚟去計。補翻個蠟燭咧，按 gram 數咧，佢細嗰個 size 咧都係38蚊，大嘅咧都係68蚊，價錢咧非常合宜，咁就唔怕嘥咗嗰個蠟燭台啦。支持澳門人。老闆娘除咗有份正職之外咧，業餘咧仲讀埋啲芬香師，自己調配咗3款香味。產品雖然唔係好多，但係都睇得出咧係精心挑選嘅。所有產品咧以礦香石作為基礎，有蠟燭台啦，有花樽，同埋有擺喺汽車度嘅擴香器。佢都係好中意貓嘅，所以咧亦都有啲貓貓嘅產品。哇！我睇住阿 Kobe 手定定咁樣去游呢一個 Made in Macau，我簡直覺得非常讚歎。睇住佢游咧，都覺得有一種好療愈嘅感覺。隻貓貓大家認唔認得佢咧？之前喺海淘商場咧見過佢㗎，成個 food court 都係佢啲畫嚟㗎。呢隻貓貓同愉悅手作 cross over， 同 Kobe 咧一齊合作咗，加咗好多澳門人嘅元素喺入邊，分別係以前打電話問功課啦、聽鬼故啦，充滿住咧澳門人嘅回憶。我好中意咧呢一個可以為蠟燭台再重點蠟燭，延續佢嘅生命，就咁吸落去就得啦。咁所以又環保，然之後個蠟燭台咁靚，佢仲教我咧點樣去滴啲精油咧喺嗰啲礦香石上邊，點樣令到佢更加發揮到佢嘅香味。顏色搭配上邊咧 ，Kobe 都花咗好多心思咧，佢自己研製嘅，分別係藍色配黃色啦。你見到咧佢呢啲花紋咧，全部都係 Kobe 咧自己原創設計嘅。Kobe 拎咗呢個花紋去到澳門嘅經商局做咗商標認證，所以咧好肯定咧其他地方係唔會見到嘅。配合埋佢獨製研製嘅顏色咧，我個人咧就見到呢個紫色咧，簡直哇毛管戙啊！嗰隻紫色真係靚得好交關，再加埋咧佢呢種獨特嘅香味，自己人手繪製嘅 Made in Macau， 真係好有澳門嘅特色。我咧好中意呢隻紅色，因為我覺得呢隻紅色好高貴，但係 Kobe 話已經調唔翻呢隻嘅紅色，短期內都唔會再出到，所以只能係觀賞啦。每一個咧都係獨一無二嘅。如果你哋想揀一份咧有心思靚嘅禮物俾你嘅朋友，你可以上到嚟，甚至乎係自己去調顏色，自己去畫都得㗎喎。我咧喺藝墟見過佢啦，同埋喺青茂咧6樓嗰個商場見過佢，同埋依家咧已經進駐咗澳品匯啦。再唔係嘅話咧，跟我上嚟建業工業大廈，自己揀自己嘅顏色，為你嘅朋友咧揀選一份咧最獨特嘅心意禮物。經過一輪思想鬥爭之後，最後咧我係揀咗藍色同埋紫色嘅。我哋一齊支持文創，支持澳門人創業。中意有條片就 like、share 同埋 follow 啦，拜拜。